国外交部批评美国和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消息，于3月22日对所谓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并决定对美国、加拿大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的相关消息也指出，中方敦促有关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谴责中国企图恐吓为人权发声人士，谴责中国毫无根据地针对美国人员实施制裁。布林肯在国务院官网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制裁行动显然是为了报复美国制裁与在东突厥散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中国官员。布林肯说，北京企图恐吓和压制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发声的人士，但这只会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在东突厥散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的行为。声明也强调，美国与加拿大、英国、欧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伙伴与盟友一同呼吁中国结束针对维吾尔族人以及东突厥散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的侵犯人权行为，并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士。瑞典服装品牌 H&M 发表声明，拒用东突厥散棉花后，在中国立刻引起抵制浪潮。继中国电商平台东兴下架该品牌所有商品后，淘宝、拼多多等也紧跟其后下架了所有商品。瑞典著名服装零售品牌 H&M 应对东突厥散棉花的一则旧声明，受到中国网民猛烈抨击。H&M 集团曾发布一则有关东突厥散棉花的尽责调查声明，称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迫强迫劳动和受到宗教歧视的报道表示关切。舆论持续发酵，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运动品牌卷入争议，包括东京、拼多多、唯品会、苏宁易购等在内的中国主流电商平台也都已无法搜到 H&M 的店铺以及商品。英国首相约翰逊称，力挺因为批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遭严重侵犯而遭到中国制裁的议员和公民。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周一因中国官员在东突厥散侵犯人权而对其实施制裁。中国政府也作出回应，对英国公民和组织采取了更广泛的惩罚性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27日会见了受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的英国议会议员代表。约翰逊通过推特表示，我坚决支持他们和其他被中国制裁的英国公民。约翰逊在推特上介绍称，今天上午我与一些一直在揭露严重侵犯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人士进行了交谈。他重申，我坚决支持他们和其他被中国制裁的英国公民。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电话会晤。通话后，拜登向媒体透露，他向约翰逊提出建议，民主国家也需要一个基建计划，与中国的一路带一路倡议竞争。我建议做的一件事是，我们谈到了中国和他们在一路带一路倡议中的竞争。我建议，基本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类似的倡议，来自民主国家，帮助世界各地那些事实上需要帮助的社区。拜登26日在特拉华州的机场对记者们透露了与约翰逊的电话内容。拜登表示，我们谈了气候问题，讨论了许多美英双方的共同需求，聊了美英应该站在一起处理北约是否团结的问题。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月27日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共同签署了中伊全面合作计划。伊朗国家媒体援引王毅对扎里夫的话说，两国关系现在已经达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中国寻求全面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据报道，该协议的最终细节尚未公布，预计包括中国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进行投资。中伊25年合作协议是一路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王毅当天还得到了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接见。
鲁哈尼对王毅说，两国合作对落实该协议和欧洲国家履行义务非常重要。他说，关于新冠病毒疫苗，有必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我们希望中国能提供更多的疫苗。纽约时报周六介绍称，根据其内容，中国同意在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以换取稳定的石油供应，为其不断增长的经济提供燃料。未来25年，中国将在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医疗和信息技术等数十个领域对伊朗进行4000亿美元的投资。